色去舌事、鼻事、眼事，就是六事现前。你六根的门前，你六根现前，你当前一片乌云罩顶。这片天你看无啊？这片天咱看无啦，并个看无，连听嘛听无，啊，咱就修无做无。所以咱有去中情不爱的道理，咱人本有一个区别，一个真清净、真冷静的不性，但是因为落到后天了免咯，起波浪、善恶之念，看物件见见就见，见见就见，心袂起，意见无心袂，看一人就一人，看一人爱一人，到最后呢，念念频繁，念念相续，就是循环，精念后念，精念不精，后念不灭。然后叫做佛啦，啊念念相续，歹物件咧叫做众生，叫做轮回。念念不能中邪嘛，啊这念念是啥？当然家己控制。是非之心当然直接走出来啦。所以人一个人都无用办到透，有咧时间定讲是非，咱就行了。一人办到时间都无够啊，讲道理风险都无够，透迄个银行伫遐咧，你兄我弟啊，三姑六三千婆啊，你说阿姑几姑啊？三姑婆、三姑六婆啦，哦，三姑六婆。咱闽南阿爸咧，在闽南阿爸，迄一较早人讲嘛，啥物事我毋知，闽南阿爸。讲甲一大堆，讲甲无时间、无天无地，连做工作时就袂有。那要对十八讲，我来到找人，啊找人，都毋是讲道理，讲是非，讲一堆，某人安怎？所以讲话当中，有时候更加厉害。天堂无煞人对净道相关依据。净道上拄久啦，天堂是别人一堆啊，啊净道拍伊倒来讲面就是安尼。哦，迄种咧真对啦吼，所以被后天情欲所牵着，这是后天内底情绪，令咱人心中迄个觉性摕无出来。故欲修我之色身，先感我之灵性。若要修我这个色身呢，得搞我这灵性，心就觉醒。先食主啊，色身食业啊。故亲爱见哦，贵敬爱敬五多只，情也不以情也啊，这一点啊，不以后天之情理，牵摇先天之性。咱毋通互这物件习性惯势了，去牵动着咱人的佛性，因为佛性魔性共一个体，清净污染嘛共一个体，所以念当中。甲表当中呢，咱说咱阴阳八卦里面的一边阴一边阳，阳中引阴，阴中引阳，阳中也有一个黑啊，黑中也有阳啊，但是那个东西还不灭，迄个物件还有一个纯正的物件伫内底，一个做反来，一个做毋对，伊有一个忏悔心，代表有良知啊。你纯正坐伫火车顶抬人面哦，见人就抬，看人就抬，啊，如果你爸爸妈妈在前现前呢？照杀，你看迄个要着魔性啊咧！恁老爸老母啦，你头前咩啦？照台，啊，毋着失去伫啊，已经魔性现前啊，迄着已经无良知啊。老爸老母看死人啦，看死人无要紧啊，迄连老爸都袂同情，爸母都袂同情啊。啊，那伊到底是犯着啥？伊是想啥诶？对社会啥物不管，对人性啥物不管，但是无要检讨家己。做人有人。好业人有富贵，人山珍海味，食山珍海味。啊，咱这无钱的人，就随缘食泡面，就安尼随缘尔，有面可以泡不错啦。今仔后面泡袂歹，是惊男的迄即摆迄男的迄油咧，只是安尼尔无，什么时再一摆嘛袂歹，胖胖咧，迄腰偌好你知影无？一包泡咧胖胖胖咧，毋是袂救，哪救人咧？是因即摆太可怕了，逐年啊袂臭袂食你。我袂答你，所以无怪细前咧台湾看咁个病毒个大灯咁一堆咧。喂，人个代志吼，嘿，代志咱家己来注意啦，小心就好啦。这物件拢总毋是咱当下所有物件，拢是心性外在物件、污染性物件。所以望后天看你啦，咱多用先天的理性，莫用后天的入息性啦哈。所以性情无分安宁修己。性甲情这两项完全若分别清楚，当下你没有办法做主的时阵，也别大拖去，结巴大来拖去啊！有人今仔要入班无？相信有人考虑讲要来入班啦，啊，为啥无来？
临时有代志，就不来啊，是不是安尼叫物件另外一人砍你？本来就是安尼，谁都没有办法去左右谁，没有办法去左外向，连些会都没有办法。严重人都无甲家做坏啊，咱讲啥？谁人当做家己？家己做家己。百年树无有家己倒，这样不嘞，不能甲不啦。百年树、千年树家己倒嘞，是安倒重铸腐烂，糖咧酒，茶咧烂，家己倒嘞。咱也嘛同款啊，好啊要好是好，好是咧做歹啊。真正无着有拄无着手啊，只有使行伊，使甲内摊来，比较歹呢。好惊使呢，你使比好甲老实，下来巴一个好两摕尔无？我看着动物器官了看，好，若拄着牛，一只甲我两只、三只、四，挑起佫加拢加人乱咧，真正无食到底吼。你看好迄个就良心爆炸咧，然后伤心爆弹啊！但好拄着使边仔无边仔个，你手骨比好甲落去个，头表落紧，百拢摕了无？百两个人了硬啊，真正走袂。所以一本就吸一本啊，毋是好足厉害啊！好了，惊人咧，穿炮就死啊你，当然无说遐厉害啊！人啥？人嘛会惊破病啊，嘛会惊虫疮啊，嘛会惊乌虫甲活来，嘛拢会啊，但拢惊一项啦，是当下咱家己本身会安袂安尼尔。所以性情分得清楚，先天后天，咱会知影。世间的命理，小事人人好，但是生死大事，咱不提防啊，毋知影无？所以兄弟姊妹有知识去谋生，但是无地方操心。咱有知识会去好，我要趁啥？要趁什么大钱？较好的物件要做，要拼，较清楚咱个比啊。上天顶都爬袂起来，我也爬去啊。较有就去拼，但是你有知识通去谋生尔啦。但是我们没有智慧去操作，无智慧去要安怎办操心，要安怎修操心，这是看个人运气啊，看运气啊。所以自情其中啦，悉心得其境，这定啦吼，毋是个问题啦。如是即无亲来见我未敬哀敬熬得之人，咱若心中了正，在心头运会时呢，看人当中一直平等，无好也三歹物件，一来都是以礼相待。那心机一家之主，伊就看待即无偏激，所以咱要保持咱的心中平衡。不能今天做官，不能有钱人，不能去吃，为什么说你多说要实现你佛性平等？因为伊是王白鱼尔，并毋是白小粉，伊是已经可能到这种程度是因去王白去，咱是觉彻清晰，咱会当使用这条路。其实佛性都平等，做佛不是平等，没有高下。是咱正较有地位，较可超着我。所以无偏僻，即家有亲靠，心知一心也。如是比有不结交。所以，咱的内底厝不管100个、200个、300个，一条心一个，两条心两个，50、100个心夹做一个，几条心？嘛是一条心。心老安100个心叫我插做一个啦，安尼叫一指传心嘛，嘛是一条心。亲靠当中心大家一个叫做合，叫做结，自动就合啦。若袂合呢，内底就乱啊。所以这道理嘛款咧，咱遮尔济人无，咱若讲遮几千个来讲，譬如讲几千个人，心大家一个尔，道理兴旺无？兴旺啦，但是了遐出一个，遐出一个，都遐好做济安尼，就心就怪怪，后尾想咧办就袂感觉袂顺，但是会做坏人安尼。所以这是讲咱心一定爱一心一意就好，就所讲。真如自性起念，欲紧随有境毋觉知不离万境，以真性相处在。咱个念头起当中，咱念头起，咱袂使毋通惊念头啊，少毋通惊念头，惊你觉知尔，毋惊你念头起。你念头起，会当觉醒家己。念头起，我知安尼，当下你马上回观反照，再来觉醒，伊我是清净。若完全无念头，拢袂收，嘛无收就变死物啦！毋是就说讲自心关键是变非常啊，自心关键自心关键啊，这大咯。你看我这人有出现关键无错，我说不抓，我目睭开个，我拢无了，拢袂顶袂当。你看，伊我经搞做烦哦，
这是主心是病，不是禅。禅的东西又不是死在那边，是一个大海袂顶袂当就插花呢，啊，要这上邪嘛，这都无简单，这照理爱升天了。其实不是，那个法里面要说那个法，它不是有动有静，静中有动，动中有静，静动雨墨都是体安然。那现在老师讲心一禅，动一禅啊，雨墨动静体安然。修行的当下是来去自如，通则无界啊，随心无地啊，纯粹咧相通流共款啊，通入大海，无所无碍啊。修行是天文教母啊，天文流水啊，当中无啥物甲你计啊。即使山现前，云照飞啊，别你山在海云中点了，都唔爱叮当，唔系只有飞走的。那不然万境，欲境虽然叫门，咱咧知到活动物件，逐件就是一直爱相应伫即个欲境的世界。你咪讲，啊，我要听。你做创的人，我去摆看，我做前面人。咱咧头前遐画这画安怎？看我一下。灰里不看事，灰里不听，灰里不人，灰里不动。啊，但是就是没有看到灰心这个东西，是因为这个启动，唔是这个启动啊，是这个念在启动，我这心中啊，比如比起来。迄当然，伊内面咧闭一个尔，是迄个起念，毋是即个起念啊。后尾看死人，看起念咧，老师死了，老师要开安尼叫，念一个看卖者。所以咱毋通互欲境的作用，若讲欲境上足上尽用不做，自尽上用。所甲咱讲啊，爱做自尽用，欲境互你听。你道理若要听，才1200公呢，才800公呢。现在若听无你道理听袂，你收袂起来呢？因为所谓经文的世界内面，你若要听，你感受到，你悟不到那个真理呢。所以耳根不能没有啊。咱人在世时阵靠耳根，死了耳根上门走啊，意识耳根上门走，你讲有听呢？叫要走阵，这也无听呢。所以你们为什么3000公800个，这个都占1200根，这个800根呢？对啊，3200公加800公啊，加2000公，其他行不下来。3000公800个贵比不做那公的贡献。那不然万境那个境界里面，你唔能时常去攀岩悟量，你在自显松自在啊。那自信啊，洒脱自在，活得就很自在嘛。你自信不洒脱，你点了点满点，有处处的悟量，处处都无边际，你怎么解脱？看来不舒服，看来无欢喜，看来无欢喜，你的心就变成这个心态，整个每天在那烦恼痛苦了，别来改断。做道理慢慢去个习惯啦吼，去习惯过。